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内容。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涉金华城案，7000万高保8检控告成功，12撤销高保的裁定，早天羁押庭结束，无一个等待裁定的结果。台北公馆的因权仔拆除，今仔拄到头一个上班日。台北市府市长李书川伫现场视察，早起车流是个正顺。云林县政府去年开始提出2档6亿催生的计划，前3胎1胎领6万块，第4胎会当领13万。去年的出生率并飞，效果正赞。再来看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跟台北市议员尹晓碧的高保裁定，12是予高院撤销，早起又重开羁押庭。针对郭文地高保了后，接触证人，各向东案的被告话话，感谢串控口径来进行辩论哦。另外，民众党顶个月发起司法走讨，甲警方发生冲突。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被指控涉非法集会，警方通知伊今仔早起10点就要到案说明。也毋过黄国昌无出现，专案佮移送8检来侦办。在支持者加油的声音当中，哪摇手哪行入去法院。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连金华城顶案，了一了7000万高保，毋过检方控告成功，高等法院撤销裁定，台北地院15早起重新调开羁押庭。有女人陪伴，会不会很有信心？知道会小心走。同款互撤销高保裁定的，还佫有同一案的被告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伊比报道的时间较慢几分钟到位，因查某囝陪伊行入去法院，面对记者的问题，伊讲感谢大家的关心。就是希望今天一切顺利，然后他可以跟阿伯一样平安顺利的回家。被告敢会当交保，检方甲辩方伫咧法庭辩论。检察官讲，郭文地交保了后，接触证人，向同一案的被告发声，佮讲就助手做伪证，认为专案甲单一管制案无共款，袂当蓝做伙看。也若辩方这边是主张讲，重要的证人问话拢已经问煞，单地涵甲单游成等人，并无列伫咧后续申请传唤的名单。认为法院若是再三批准甲强换证人串口径的理由，登记甲人羁押，会违反公平审判。今天啊，地院只要把这个证人。哪些证人是以后柯文哲不可以跟他们接触的，把它界定清楚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柯主席这个继续交保或者是请回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几率是比较大的。郭文地因牵手陈培基甲几个民众党公职去现场帮听，也若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原底早起要去警察局说明，伊嘛有来到现场。我又不是第一次起法的案子，怎么那么紧张？你们显然不了解我的过去，把我过去的 SOP 复习一次就知道。民众党顶个月发起的司法惊踏运动，甲警方爆发冲突。黄国昌方通知15早起爱到案说明，不过伊无伫咧规定的时间到位。警方讲后续会甲专案函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改选，今仔开始领表，有真侪人拢表态要参选。郝龙斌是表示讲会透过民调甲赵小康协调，民调悬的人出来参选。另外，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表示讲无排除参选，也毋过伊是希望讲所有的参选人会当先协调。国民党主席改选15开始领表，伫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坚持交接之下，已经真侪人表达参选的意愿。伫开放领表之前，姚中常委出来讲话，为我们国民党做了哪些成绩？我想你们应该也公布于众，不要有的是活到老选到老，立委也选，议员也选，总统也选，主席来了也选，我们的国民党党员同志。擦亮眼镜。参选人之一的新闻学校总校长张亚中选择去北院声援，搁再开羁押庭的郭文德，伊的办公室主任到党中央领表，想要甲煞无完成听书。张校长出具了他委托的一段影音，这个知识的表格我们会加以补正。最近拍拼争取党内关系票源的前立委陈立文，今仔派助理到场。青总联4代的代表罗志强找董事齐卡新陪伊去，发出讲要反省国民党。中生代跟新生代青壮这一代，已经完全能够承担下架赖清德这个重责大任，所以我们有信心，以一个全新的战斗力跟全新的团队，领导国民党，然后赢回民心，重返执政。得到超过30位体重支持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讲要甲前中共董事长赵小康，伫这2天透过民调协调一人出马。民调当然是参考之一了啊，我是想说他可能会做个综合考虑了。这个东西成功
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所以你不排除参选，但因为看需求。对，因为我是希望说大家要谈一谈呐。一直传出要参选的国民党团总调鲍君奇也表示无排除，不过强调希望参选人之间应该先协调，对参选资格敢有符合。鲍君奇是无讲透机，伊敢若讲宪法保障人民参政权，而且任何限制拢有年限，也袂当对登去过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违法争议后，中央甲部分的地方政府阁继续互相咧呛声。有民间团体早起就开记者会，批评讲发条的公示错误，实在是伤含咯。民间团体嘛指出讲，主要就是因为当初的修法上赶紧、上凊彩，因呼吁未来修法应该爱有跨党派甲公民的意见。在违法的争议也未煞，民间团体早起开记者会提出批评。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张耀平讲，这项修法因为法条内面的公式错误，造成各县市统筹分配款差真多，也和地方的财政蒸发几60亿，造成8亿等级的财政黑洞。地方县市的19县市，本岛19县市，通通写成22县市，它全部都包含了离岛的3县市，也就是本来的离岛保障根本就会变成离岛惩罚。民进党嘉义立委蔡秀瑜替农业官请命，主张将分配权当的财产税成长率改制农地比例，守护台湾粮食安全，也公平反映农业关系的实际贡献。就把这10%变成农地比例，那这个切换起来，至少对于守护台湾的粮食安全，对于所谓的一个偏乡，才是最卑微的一点点的提高而已。现在要修的只是16条之一，有关于离岛的部分。我们党陈学生委员他已经有提案了哈，那这个来推，大家如果有共识，很快就推过了。中央地方也继续呛声，对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伫 FB 发文讲，假使台北市8年集运建设将家己付60亿，其10年爱付650亿，不过这10年来，台北市集体统筹税款会超过4000亿，相信会当好好规划使用。台北市政府讲，行政院第一遍公开承认要贷台北市650亿，市府甲市民拢无法度接受。这纸公文砍的不只是台北的捷运建设，更波及高雄等各市。发言人这个巴掌，难道是要打在陈其迈市长的脸上吗？蔡安言讲，行政院继续倒手互你正就甲你扣起来处罚，违法统删一般性补助款，恶其受欧项补助办法以来，也搁甲一般拢是中央付的学校的电池、公园路顶的电池补助，变做地方家己出，相信社会大众拢看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公馆医院13个饭店开始拆，今仔是拄到工程头一个上班日。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人伫现场视察，市政府表示讲，互公车先行来进行青红灯的控制，嘛有加派警察来指挥，所以早起无啥塞车。有在等公车的民众是表示讲，比以早加等5分钟，阁算会当接受。早起通勤上好时间，公馆医院4科会议拢有警力驻守，配合好之前换，所有人车也前空4科会议红黄线非停临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到现场等交通状况。在号志上面，我们来做监控，我们大概早开了15秒的这个公车专用道的这个部分，所以看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福和桥的一个停等车队大概是在我们这个北四端的引道这边，那罗斯福路的一个停等车队大概是在123巷口的南侧。好，那公车大概一个周期都可以通过哈，我们并没有减班，也没有改道。公馆医院拆迁第一阶段是屯平公车地下道，关西地下道公车改行北面，市府新设置大客车专用号志，早15秒，让公车先行速度。经历部分，站号时间由平日2名增加到14名，以后由5名增加为29名。也不过站号时间也是有真侪车流，塞到半尾线的状况。我觉得今天特别塞吗？因为开始施工了。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差不多最多5分钟啊，有差一点点，不是让人家很难过那种。那个红绿灯那边等，所以到这边来会比较晚一点。北市府表示，初步观察，选择用路人改道加时段分流有一定效果。另外配合提出优惠积分量淡薄仔增加。北捷统计，早起6点至9点进入积分车站，
个进出站一边是万隆站以南顶7站的运量大约是46000人次，比起过去9月份同期增加大约1100多人次，其中享有回馈30%金额大约有17000人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华鹿港的介绍路三段甲清明路迄卡头啊，因为路边无画标线，所以规条路的车拢停甲满满。停车的民众嘛去收到红单，有民众是讲真冤枉哦。鹿港的警方是表示讲，因为伫这路段停车会妨碍到过路人驾车，所以会罚款600块到1200块。红单才拄摕去纳钱尔，不过罚款的车主是先想都想无，伊车停伫路边，并无任何的标线，是安怎也是罚款？可是这个是陷阱呐！按理说我停这样会妨碍到别人行车的话，那你举证啊，我妨碍到谁？你没有啊，你自己认为有就有。我昨晚我一客人，就一客人，大家一日的啊。一客人有被妨害这条路啊。车主讲停车进前也阁特别靠近，其他的住户嘛讲伊真冤枉。中华路港介绍路三段甲清明路这块地啊，因过路边拢找无通好插车的所在。不过最近停伫遮煞清彩咧食罚单。路地民众讲，真侪人就是遮停车免钱，老街甲天后宫阁真近，都怎甲车停伫遮，想袂到煞出问题。这一条刚好通那个大马路，对，就很多转角都是常常车祸。去现场看，遮路本体就无垮，路边若停车，赛车过都爱直去甲对向的车道，所以真正发生车祸。鹿港警方嘛加强处理，最近1个月已经开124张罚单，以外地人占较侪。部分车身人占用车道的行为，由警察机关依个案来认定。如有妨碍他车通行，或是会导致他车闪避车辆然跨越双黄线的违规行为，那警察机关就会依道路处罚条例第56条来处罚违规人新台币600元至1200元以下的罚款。警方讲，若伫这路段停车，真明显会妨碍人甲车通行，所以依法开单。不过在地人是真不满，认为执法的标准真恶真定，应该爱甲线画好清楚，较袂造成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哦，阁有真侪只中国渔船驶来咱国的平湖海峡，海巡船舰来进行驱离，传出讲中共透过宣城舰的广播要来影响咱国的执法。海巡是表示讲，这其实是两件代志哦，嘛指控中共制作假影片，要操作领地作战。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强调讲，咱国有执法权。中国和台海情势愈来愈紧张，有真侪只中国渔船连续几日天拢过界线侵扰咱的平湖海峡。海巡船舰赶到现场，即刻甲因赶走，所传出和中国的宣城舰广播反制，引发关注。请勿保持克制，与渔船保持安全距离，确保渔船安全。渔船由我舰处置。中国台湾连江号，这里是宣城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海巡赶紧回馈讲，赶走中国渔船，甲监控中国舰是两站无同的事件，并不是同时间发生的。指控中国是挑工做假影片，透过认知作战，想要制造咱方执法受干扰的假象。海委会主委关碧玲15批评中国的举动真爱笑，强调咱是把执法权落条条。海上执法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的手中，那做这种小动作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大内宣或者是大外宣，用这种宵小之举，其实是十分可笑。另外，为着强化海洋环境的管理，海保署举办海洋环境管理国际交流研讨会，包含美国海防防卫队、国家打击部队、太平洋打击分队，也有法国、日本、南韩拢派代表参加。海保署也伫现场，甲印尼的哈比比中心签合作的备忘录，成做印太海会地理合作平台。关碧玲伫致辞时，佮向中国发声讲，应该脱离政治的束缚，做伙合作，和我们的对岸中国一起来合作。这是超越政治的。为了我们的海洋，我们必须摆脱政治的束缚，而相互的合作。我们曾经努力过，但是还没有完成。越南海巡强化海空监控能力，安捷航空提出从严计划，推出民间版的军事规格侦测机，目前这个侦测到中国军舰透过有人机争取加入海巡的侦查体系。不过，关碧玲表示，第一步依然是先增加无人机、无人艇的侦查量能。国际新闻采访报道。
这礼拜美国的联准会、英国、日本甲台湾这个国家拢会公布上新的利率。外界预计讲，美国的联准会有90%的几率会降利息1码，但台湾的利率应该是会维持哦。除非是想要互新台币落价，才有可能会降利息。8一台股一个开盘由红翻黑，就算徛起25000点，不过盘中捌落190点。看台股台积电开价走价，盘中上价捌到1250，落10块。分析师认为讲，市场受到联准会可能降息的信息，目前台股并无转弱，嘛无利空的现象。按算这礼拜伫24000点至25000点来回回。如果降息1码就符合市场的预期，就没有太多的火花。如果你降息到2码，乐观的情境之下，当然市场会欢迎，就是说啊，你降得越低，我资金可以更多进入股市。降息降太多，是不是代表FED 认为就业市场状况很差，有衰退的一个疑虑？那这个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反向的一个作用。市场预估，因为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无同，台股可能会出现3种无同款的走势。假设今年甲明年加起来降息是5码至6码，基本面行情可能会接续落。降息若超过5码至6码，美股可能会面临真大的压力。非 AI 的股票基本面的行情可能会无好，也若加起来降息的幅度伫5码至6码以下，台股可能会有1成以内修正的压力。外界预估，美国联准会即届以降息1码的机会上大，也若咱国中央银行可能预期无改变。如果我们想要新台币贬值，又不能直接干预，解决方案就是降息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是认为央行或许也可以再考虑啦。但是在这次央行理事会里面，我个人的判断是，它应该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学者分析，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形稳定，各个中央银行无升息的必要。不过，咱国产业当面临关税甲台票起的冲击，中央银行阁袂当直接介入汇率的情形之下，无排除会透过降息，互台票变较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中国上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暂时伫西班牙进行头一日的协商哦。外界认为，这届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影音平台 TikTok 海外版分拆案。美国总统川普昨嘛表示讲，伊嘛想要互少年人会当因为 TikTok 留伫美国。伊个讲哦，伊嘛是因为 TikTok 摕到真侪少年人的选票，也毋过哦，这嘛是爱看中国的态度。美国甲中国这两个全世界上大经济体谈判代表，10次伫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行6点真久的会谈，双方约好当地时间10号继续谈。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发动全世界关税战后，美国甲中国进行的第4轮协商。这边谈判代表美国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加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这边是副总理何立峰加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功。因为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分拆案9月17要到期，这边谈判一定会讨论到。美国总统川普则是伫华府讲，希望替美国的少年人甲 TikTok 留来，伊也因为 TikTok 加真侪少年选票。It depends up to China. It doesn't matter too much. I'd like to do it for the kids that like it. I mean, selfishly speaking, I did very well on TikTok, and I got the youth. I got a lot, and some was attributed to TikTok, and a lot was attributed to Charlie. 美国国会两党2024年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母公司北京立即跳动，伫2025年1月19进前，将美国 TikTok 业务卖出去，那无就要停止伫美国的营运。不过，川普今年1月20就职迄天就接换执行任任，并且改了变延后生效的日期。最近这边是6月宣布将生效日期延到9月17。美国即马有1.7亿个 TikTok 的用户，白宫伫咧8月底也写一个 TikTok 的官方口座。川普则是讲中国伫关税即马拄到惨痛的代价。You know what China is paying right now in tariffs? Huh? A lot. 不过，伫这边马德里会谈进前，美国工业安全局发公告，用国家安全做理由，甲23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国随对美国的模拟晶片甲中国集体电路发动反倾销加反歧视调查，所以外界拢认为这边会谈应该无什么成果。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顶礼拜宣誓就职尼泊尔临时总理卡奇，当时表示讲，伊的回应是为者的诉求，一定会打击贪污哦。伊嘛强调讲，伊家己绝对袂留恋权力，敢若会做半当就会交接。
我本来无要做这份工课，不过因为街头人民的赞声，让我高不二奖徛出来。这是尼泊尔临时总理卡奇自顶礼拜5 12日宣誓就职了后，头一届公开发言。伊表示，伫明年3月7日大选了后，把权力转交予新政府。गर्नुपर्ने अवस्था छ सक्दो हामीले के गर्यौं भने 6 महिना मात्रै अवधि त्योभन्दा बढी नबस्ने今年73岁卡奇洪任命做总理，是因为超过70人因为反贪污的抗议来往生去。然而，这种抗议落尾是引导尼泊尔政府要做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形象清廉的伊。强调家己未流乱权力，这是一份服务人民的工课。来度过这段期间。Going forward, I want my Nepal, my country to be corruptionless. We did had a lack of opportunity. 这个月7日，尼泊尔因为社群媒体禁令引发反贪污的示威，所称为少年人放火，暴力占领国会，首都机场只好关开。总理奥利宣布辞职。根据路透社独家的报道，这场风叫做是2世代起家的抗议出事，来自非政府组织咱尼泊尔青年领袖高粱。在政府封锁社群媒体了后，咱尼泊尔有权透过 VPN 虚拟私人网络搬墙，发布行动，靠少年人做回来。咱尼泊尔伫 Discord 早期大文影响力真大，甚至和国家电视台应用。伫暴力升级了后，各当飘出可能是假消息的大文，也分享病院的电话号码，落尾搁说服尼泊尔的总统甲军方的司令，和因为经历反贪污来出名的卡齐接管政权，担任看守总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天气哦，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仔日的天气是真热热。气象署嘛针对双北市顶13个地区发布高温的资讯。到下晡2点哦，高温排名的前3名分别是新北市的5股是高温39度，三峡嘛测到38度3。台北市内湖是37度3，是非常的热热。明仔载暗时开始哦，水汽较济，东部甲恒春半岛可能会闪大雨。气象署嘛提醒讲，雨会一直落到礼拜。日头赤炎炎，民众热甲挡袂牢。气象署指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温度持续咧升悬，尤其是双北地区上热有37、38左右，中南部有36度，离岛地区高温也有32度至33度。今天整体的高温的表现呢，是这一张图上面呈现最热的地方，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那特别是在双北地区，提醒一下，今天是会有出现这种37度，甚至到38度这样子的高温。也那水汽的部分，气象署提醒东半部和恒春半岛的民众，拜日暗到礼拜这段时间会出现小连续的大雨，尤其是拜3、拜4、拜5这3天雨势会上大。东南部的大雨也是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到了17号这天，午后雷阵雨我们是有提到局部大雨，那范围上面来讲是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那另外就是在比较偏向是东半部地区，我们有提到这种有大雨发生的状况。那所以就是包含东半部地区的降雨跟午后雷阵雨，在这一天也会比较明显。另外，气象署也提醒，目前观察到南海、菲律宾东边海面有热带扰动咧发展，如果后礼拜3有可能加做热带性低气压，无排除增强做风台。路线如果是向西边行，对台湾的影响阁需要观察。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望讲国中、高中上课的时间会当改做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哦。无到一礼拜都有超过上万人来联署。也毋过有家长团体是真烦恼，讲教学进度恐惊会受到影响。教育部是表示讲，伫11月14进前，因会有正式回应。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希望将各高中生的上课时间延到早起10点，未结束台湾学生的早起恶棒。这嘛已经通过条件，甚至超过万人联署。不过，都考到大学的学长学者认为敢若无好。以大学生来说，越晚上课越懒，可能会教不完，就可能10点上课就会少1-2节。之前国高中都是几点去学校？大概都7点50左右。如果去学校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也学不太到什么东西。提案人讲，即马早起8点到下昼4点的上课时间，让学生一直拢伫咧慢性困眠不足的状态，增加忧郁、自我伤害风险。建议将所有非必要的多元课程拢提掉，改善学生的困眠品质，学习效率会更加好。
各高中生已经会让家己上下课，上课时间无需要搁再配合家长的上下班。家长团体是认为理想甲现实也是有差。上课的时数突然减少这么多，这恐怕第一个就是教育部要很伤脑筋的事情。那为什么非是10点，不是11点呢？好，就是到底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再来，国中有很多他上学的交通方式还是由父母亲顺道这个送去学校的也蛮多的。那到底要怎么跟爸妈的时间做配合？其实2017年就有人提出建议，把各中小学上课时间改至9点到下昼3点。成案了后，教育部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想要即拿调整各中的早自习加第8节课，让学生自己决定是不是要参加。现在在多元入学的情况之下，孩子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现在的教育改革还不够贴近所谓的放松，然后让他们压力变得更小？那我非常乐见这个倡议人或是相关倡议团体，他们跟教育部的沟通可以有很多开放的可能性。教育部讲，这个提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责，会继续研究，将规定伫11月14进前做出具体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医疗法规规定，讲未成年人就医，就要有家长，还是讲法定代理人来陪同。也毋过，最近伫网络有青少年发起医疗自主权的呼吁。因指出讲，无家长陪同就医去到身心科来看医生哦，这法度想要讲啥就讲啥。青少年定来拄到功课、人际关系甲亲子之间等多重的压力，甚至会失眠、忧郁。不过有勇气去身心科看医生，所以因为无家长陪同去袂使。网络顶有青少年就发动医疗自主权，讲家长无伫咧边啊，较有法度讲心内话。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个人隐私啊，对啊，可以私底下院方可以再通知家属这样子。应该是不同意吧，因为至少说要让家长知道说小朋友目前的状况，然后才有办法去做预防跟帮助他吧。医生讲，未成年的囡仔愿意去看身心科的医生，就是希望别人斗相共。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2024年自杀死亡人数4062人，是个人10大死亡原因第10位。其中0到24岁有293人自杀死亡，自杀死亡率比前一年增加5.3%。学习状态，或者是生活环境状态，或家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的不够的一个影响，困难或者阻碍的时候，他自己不知所措，或者是他用了一些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方式，可能我们讲的自杀，可能就是以痛止痛的方式。为了要解决青少年希望人斗相共的信号，卫福部自去年8月开始撒15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一个人3遍免费心理咨询服务，有72000人使用过。青少年基本上虽然说他不需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但是如果他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医疗上的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心理师要通知他的家长。卫福部讲，伫这嘛医疗法规是规定，无满18岁未成年人看医生时阵，原则上要由家长或者是法定代理人陪，并且要以本人同意才当接受医疗服务。学校辅导室也当提供心理咨询甲辅导，必要的时阵会当转介治疗，用各种方法将青少年心内甲解透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县政府推出一个中华购的购物网站哦，小解在地好物件。也毋过最近伫面册顶头冒一个中华购的网站，是为中华县政府推出100项的商品。有民众就发现讲哦，有的物件顶头是写甘体字。中华县政府表示讲，这是一个诈骗的网站，爱民众就爱细腻哦，嘛爱看好真足。中秋节要到啊，袂少人会买2金锁或者是往来锁做盘手单路。最近伫网络就出现讲是咧卖中华县鼻头乡农会的往来锁，也有县府相关活动的相片，但是网址连过去却是一页式的网页，看起来真可疑。足侪咱民众吼，时大嘛，拢伫网络买物件，啊若小无看清楚吼，可能拢会去互骗去。我感觉就容易混淆的。有民众来甲阮回报讲，这一个彰化购购的脸书的粉丝专页，顶管所用的图片，甲伊所传达的这商品的这内容，拢甲咱中华县政府咧推销的，包含就讲未来彰化设计展
等等的，这对民众来讲会产生一种混淆啦。中华关为着刺激消费，而且配合2025年台湾世界展伫中华，按9月初一开始到11月底举办消费抽奖的活动，但是所有民众发现伫面册出现诈骗的网页、仿官方的图片甲 logo 咧卖物件向民代反映，官府嘛出面澄清，表示这是诈骗集团的出路。本府澄清，并无创立名为彰化购购的脸书账号，已向脸书营运单位检举广告诈欺，并向警方报案，提醒民众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认证社群账号进行确认，以保障交易安全及个人资料。议员杨祖贤指出，10月份要伫中华举办的台湾世界展，唔那是地方大代志，嘛是全国性的活动。诈骗集团真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伫网络拐骗，呼吁官府爱加强防诈骗的力头。官府表示，已经有向民册检举广告诈欺，嘛伫15日向警方报案，会用上紧的速度处理这件网络诈骗。记者杨淑清中华报道。高雄美浓头屋刷石案继续在探烧，检方阁查到3个涉案人，其中有一个地主是无党籍市议员朱胜强的助理，伊嘛捌出席国民党立委郭志温的记者会哦，伊今仔早起是100万交保。花班车司机问啥拢讲唔知，不过关键顺路来到这，看见在怪手出现伫美浓成功段列管的农地顶悬，感觉真可疑。关键随通报环保局到场，除了当场查扣拖班车甲2台怪手以外，也对姓张的地主、姓潘的行为人、甲姓黄的司机分别罚300万，同时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查，张姓地主、潘姓行为人及黄姓司机未经许可提供土地回填废弃物，处依废弃法36条规定，各裁处最高300万，合计900万元罚款外，并移送法办。自从美浓逼出大劫局事件了后，透过农地卖刷石的代志是一件接一件压出来，甚至连前议员助理周丽君嘛牵涉在内。桥头地检署将将周丽君甲伊的翁婿以及甲伊租地姓王的查甫人具体到案。经过检察官透明审问，姓王的查甫有交结串供的记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周丽君甲翁婿2人分别以100万甲80万交保限制自己。咱实际来到周丽君的农地看，因为车辆出入无骹路通行，阁有坑铁棒来阻路，当地居民讲，有当时暗时也会看到拖车停伫咧附近，不过已经真久无动工啊。用那个香蕉那些他卖掉的。卖掉。哎呀，那知道地主是谁吗？我不知道，不晓得。哎，那时候回填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就挖了就要填啊，没有那么深怎么办？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王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周丽君原本是无党籍市议员朱胜强的助理，进前甲伫贵瓜志温做过去稽查，意外互押出，伊嘛是农地地主。现在朱胜强将伊开除，不过周丽君的涉案也意外成为拿力两党这2天互相攻击的主角。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花莲吉安乡本社场伫11大火，烧一天一暝，4颗位啊拢是烟甲臭味，互在地民众是真不满。早起伊嘛去县议会抗议环保局拢无作为，要求爱冻结环保局的预算。守护光华，拒绝污染。为着表达对发生伫11吉安乡本社场大火的不满，50多位光华村民坐游览车到县议会抗议。不少老大人拢表示，是连续伫门口关条条个挂吹暗，也是有真侪人身体无爽快。闻到那个味道很刺鼻啊，刺鼻的时候就喉咙痛啊，偏头痛啊。这场大火小尾25点钟才完全拍花，引起村民原本就对本社场安全告期也咧使用的不满，指控环保局火灾发生了后到今拢无作为，所以到县议会要求机关冻结环保局废弃物处理预算。花莲县环保局对我们光华村的垃圾场已经开了无数次的芭乐票了，从94年开始营业到96年2年半的时间，必须要关厂，没有继续用。我们现在那边的垃圾累积量有1万多吨。环保局表示，大火发生了后，随即伫附近设置监测点，迄当时空气的营养粒啊，达到每立方公尺200微克，并不是无作为。从它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天有分4班次在做这个空气品质的监测。那当然有一部分的数值会比较高一点，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都已经恢复目前的背景值。
环保局强调，花莲粪扫累积量大约是8万吨，也毋过每日第二气化炉烧的量相关只有200吨，气化速度慢，佮加上粪扫量继续增加，正做困难的问题。目前已经请台南县府协助气化，也要求各乡镇公所加强粪扫场的管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粪扫的问题实在是真伤脑筋。再来看南投县环保局是发现讲，有侪民众拢无做好粪扫的回收，环保局是拆开粪扫袋仔来检查，退回粪扫，甚至是罚钱，互民众真怨叹哦。也毋过嘛，因为县内囤的粪扫量已经超过27万吨了，南投是无家己的焚化炉，敢来当靠外县市来斗相共烧哦。即马是规划讲6栋内，望讲会当起家己的焚化炉。为咗民众会甲应该回收的物件，甲一般粪扫人做伙，所以清洁队员会随机拆破粪扫袋仔做稽查，嘛因为安尼生做，真接引起民众无欢喜。因为南投县无家己的焚化炉，粪扫拢爱靠外县市斗烧，但是南投民众的回收做无确实，粪扫定定互人摕倒转来。南投其实嘛会使去一边家己的焚化炉，安尼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粪扫分类也好。清洁队方面，因的队员就袂讲安尼，为着看到你的粪扫，佮甲你并。咱家己做破袋时阵，伊会讲，阮咧检查的时阵，你是扰民，你是刁难。为着避免粪扫互别县市退回，南投县府环保局联合专管13乡镇市清洁队，针对大约70条粪扫清运路线，下晡定期随机稽查，到目前为止已经执行超过4.5万件。播下结率大约20%，比年初进步8%左右。环保局指出，当中抓容器上济，也有抓类甲塑胶容器。在源头自己可以把垃圾分类做好，然后以比较透明、可以辨识里面废弃物的垃圾袋来丢垃圾的话呢，可以减少我们被破袋检查的机会。南投县府环保局表示，这个月底会先伫南投市试办，鼓励民众用透明袋仔底粪扫，方便清洁队员检查，也提醒民众若无照规定分类粪扫，会当依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到6000块。也若南投焚化炉兴建的进度，环保局是打算伫6年内，互南投有家己的焚化炉。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咱台湾有真丰富多元的生态，林保署望讲提升心灵生态旅游的品质，办理领队的认证的训练课程哦，要来训练专业生态旅游的领队。台湾是一个宝岛，有真侪多元的生态、食物、国家公园等等。为着要提升游客旅游的品质，林北正确的生态知识，林业保育署也和生态旅游协会合作。办理领队的心灵训练课程。带团的时候，其实传递的讯息其实跟官方是有点落差。我们也希望是说，透过导游的人员的培训可以来接受到一个我们大众可以比较认知的同样的一个生态解说的一个知识可以来达到我们传递给一般民众的一个效果。协会表示，课程会邀请各界专家来做影片。免费予领队人员伫线顶学习。除了领队，一般民众若是有兴趣，嘛会当学。课程上线，通过考试就会当得到认证。以20堂课60个小时的一个线上的课程，对于台湾的解说或导览有兴趣的从业人员呢，都能够有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机会。林业保育署表示，这个课程有分做金、银、铜3坎，也希望伫3年内认证的人数会当到2830个人，也鼓励有兴趣的民众来参与。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清华大学团队利用太阳能伫新竹一间绿色团体龙园西太阳能低碳示范基地哦。过去若要甲果子、芳草项目打，拢至少爱2天，搁正了灯。使用这款新科技哦，3点钟内地当完成，咱做伙来了解。专心照顾园区内面的食物，因为这拢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过要做果子干，就要经过2天以上才行会打，若时间长，而且搁了电。即马透过太阳力量转换器，只要3点钟就当完成，搁唔免插电。花很大的电量，那而且要等待时间要2天。那有这一套系统以后，我们可以短短3个小时，利用太阳的光照热能来完成干燥的
它的品质都一样的。像我大家研究团队指出，制作果子干常常因为烘打过程无稳定，严重影响品质。即马利用日头转换日龄，拿展现科技提升农业价值，也达成减碳目标。把那个阳光变成热风，对，所以那个热风会透过那个管子进来这里，然后这里就可以烘水果啦，等等，然后有一些干制机，然后农民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界面很容易操作。那这套系统完全不用类似电了哈，那完全用太阳能，所以它是可以省电省钱，然后又可以减少碳排。像大家教授表示，设备可以当导入 AI 智慧控制系统，透过镜头来知影果子干目前的完成度，期待利用科技协助绿色团体，把农业走向永续发展目标。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2025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国际赛，宜兰国小有3个学生发明的创意水杯仔，摕到2块金牌。一个杯仔有8种的功能，会当记录啉水的量，会当控制温度。功能是真多，咱做伙来看卖。就可以避免在写作业的时候，如果手一挥，就会让它倾倒。这个学生家己发明的杯仔，唔但有防止车倒的功能，佮会当记录食水的量，加控制温度。那滴水、滴饮料，会当保温，嘛会当保冰。用英语真溜了小解家己的发明。宜兰国小的潘浩清、陈建兴、甲林祖涵，在2025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的国际比赛，用华语甲英语小解这个因发明的多功能的杯仔，在便利生活类有14个这组摕到金牌。所以我们就会想到用一个装置来避免倾倒，不然每次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只要手一挥，水倒下来，刚刚写的作业就完全泡汤了。我们有几次是这个杯垫，它直接用3D 列印做的，然后我们用另外的材料，然后它就直接整个很粗糙。那后来怎么解决？就是后来我们就改材质。学生讲会有这个发明，是因为大家咧写功课的时阵，若一个无注意，杯仔就会车倒去，唔那真麻烦。内底若是滴小滚水，就真危险。所以透过3D 列印，试过真侪材质甲方式，互列印的机器24点钟安尼放，总算发明出一个袂车倒，佮会当控制温度多功能的杯仔，互啉茶会当安全佮利便。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除了有一般的一个评审之外，还有隐形的评审在帮忙看。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国际比赛需要经过县赛、国赛，再过去日本参加世界赛。比赛过程当中，评审会拍分数，而且还有另外安排亲像米其林的必备课这种无徛名的评审。学校讲，学生除了爱发挥创意以外，用双语小解伊的发明，小解的时阵嘛真在打，是因摕到金牌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60届金钟奖入围名单，今仔下晡公布了，第几代是入围5个奖哦。另外，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予资深的演员陈淑芳，佮电影摄影师叶辉良。第60届金钟奖特别贡献奖得奖的是陈淑芳女士，第2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是叶辉龙先生。另外，公司第几代哦，今年嘅金钟奖嘛入围5个奖，包括下半场练习生是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阿高出任务入围艺校节目主持人奖，魔术这把术哦是入围自然科学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另外，台语有影写人过4名演员杨小丽是入围迷你剧集上佳女主角，那些家己演员屈祖雅嘛入围上佳新人。今年的金钟奖哦，会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伫10月17甲18 2天哦来举行颁奖典礼。动画节目奖入围的有。再看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甲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哦，规划儿童歌戏的专题巡演，甲传统拢讲忠孝节义和严肃议题，改做囡仔较有兴趣的内容。当地嘉义县的新港演出，大人囡仔是拢看甲真欢喜。家长赢着互线带囡仔体验歌戏的化妆。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14位下晡开始，伫台湾新港举办儿童歌戏的公演甲艺术体验，要透过儿童歌戏的演出，让亲子家庭认捌歌戏新的表演艺术。不管是戏、音乐，或者是你看到的色彩、舞美、灯光效果，跟所有的
编排方式，全部都是为了吸引小孩的目光而设计。我觉得很不错，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我们以前传统的那个歌仔戏，然后让他们体验现在跟我们以往不同的歌仔戏，属于小孩子的儿童剧。基金会表示，即马社会环境的丰富，囡仔电脑减少接触传统戏剧的机会，透过简单好白的台词甲趣味的互动表演，互囡仔对歌戏嘛会当产生兴趣。阮袂用足严肃的迄款吼忠孝节义的故事来教育囡仔其实呢，阮就是希望讲来看这个歌戏了，因对歌戏产生迄个兴趣后盖吼，伊变作是歌戏的观众。现在小朋友讲台语的机会就是很少很少，其实有些甚至还听不懂，所以就要让他多接触就是台湾本土的闽南语这样子。虽然落雨天气不好，不过儿童剧团结合歌戏的演出，也是成真侪家长带囡仔做伙来欣赏。这摆儿童歌戏的活动，刷来要去新北甲新竹巡演。基金会讲，透过巡演，唔但展现传统戏剧的创新，嘛希望趣味的内容会当增加囡仔对在地文化的兴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因为浙江华婚姻县政府2024年开始推出2档6亿催生的补助计划，前3胎1胎领6万块，第4胎是当领13万。2024年安也是比2023年加要1倍。今年8月中就嘛已经超过1万的阿婴仔的目标了。播出是一个月，婴仔新手爸爸妈真欢喜，因为这个新生儿是分管府为2024年起推出2年6亿催生精产婚龄慢保量计划中第1万名的新生儿提升达成鼓励，婚龄原民生育补助的计划目标。相信台湾这边还要赶快努力，这少子化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现在目前已经跌破这个所谓的12万。年底12月31号，龙年小龙年出生的孩子，我们一样加码补助就是在一直到12月底婚管府表示，为鼓励全民生育，管府为2024年提悬生育津贴补助，前3胎上悬当领6万，第4胎当领13万。2024年婚姻出生人数是6923人，比前一年3206人增加1倍多。到2025年8月，已经累积11109人。我们的托婴中心在20乡镇也逐步的展开。最重要是我们2岁到3岁的幼幼班我们现在已经盘整了全县所有的这些学校，大概有96班以上婚管府表示，1万名新生儿目标提前达成，也毋过已经增加经费的补助到今年底，重点要让囡仔留伫婚姻成长，已经积极打造友善育儿环境、托婴中心等，包括进行托婴媒合平台建立，会当快速找到合格的任务等措施，希望家长有放心生、安心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落实运动的性别平等，国际妇女运动工作小组的代表早期甲立法院女子运动外交促进会会长黄捷签署运动宣言。运动部部长李勇嘛出席，表示讲会来培养女性的人才，打造多元包容的体育环境。在运动部部长李勇见证之下 ，IWG 代表甲立委黄捷共同签署布莱顿甲赫尔辛基女性参运动宣言，希台湾以行动落实运动性别平等，互更较侪台湾女性会当伫体育舞台发光。Minister, I have been reading your pledge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and making sure that sport in Taiwan i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for all people, for women and girls. So thank you. 黄捷表示，台北市东园国小伫威廉波特校棒赛摕到冠军，总统热情地接见表扬。也毋过，捐款伫8月份，北大高中女垒队也伫U16女垒世锦赛拍败强敌波多黎各，摕到冠军，却无得到同款的重视。伊呼吁未来女性伫体育上的成就，也应该得到同款的肯定。我也希望来表达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看重这个女性运动，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未来运动部当加强运动外交的工作及强化培育女性参与国际运动事务人才，接轨国际体坛主流，共同创造更加多元及包容的运动环境。未来安怎将宣言内容落实伫国内政策？运动部长李勇表示，包括强化运动外交合作，积极争取国际能见度，同时培养女性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人才培育，和女性运动员甲相关专业人员有更较侪发挥空间，打造更较多元、包容而且更较有公平性的运动环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一个姓柯的教练，顶个月载学生去训练哦，伫过程中发生车祸，受伤真严重，佮昏迷。家仔经过抢救，已经大大恢复健康咯。嘉义县甲台南市哦，这么规定讲，体育教练袂使兼做司机。家长嘛问讲，会当有制度来减轻教练的负担。病人豆豆行出病房，虽然行的速度有较慢，不过对家属来讲，已经是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患者就是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34岁柯教练，8月份带队去高雄一日棒球场异地训练，回灵线发生车祸，头壳受伤真严重，经过1个月治疗，教练这阵有寡记忆拢袂记起。家属出来讲，因囝治疗的过程，讲甲后天目眶红。这段时间我们的心路历程一定是很痛苦的啦。那首先就是感谢奇美。嘉义奇美医院的医疗团队，还有所有的医护人员的照顾协助。目前说话的部分有比较迟缓，然后有些人跟有些事情都还是忘记了，还是想不起来。讲话上就是对于这种句子的部分会比较没办法成句子，还是短短的这样子啊。不过是持续有在进步的部分。迄阵柯教练走到病院是重度昏迷，伤势包括大面积头壳离开、头壳骨断去、头壳血出血。迄阵手术室人工真欠，经过病院团队赶紧协调，敲出一间手术室，因用困难点睛来处理，甲经血清掉，嘛甲喙齿的骨头提掉，兼控制脑压，增加在人有愈来愈好。可能就是真的他受伤的范围，真的是避开了那些比较神经功能比较重要的部分。就运气的部分来讲，我是觉得应该是头骨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当然因为脑部是很脆弱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确认说，到底后续他的那个出血。续发性出血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用药物跟手术去控制这样子。这单车祸代志就是教练兼赛车，随后嘉义县甲台南市拢下令以后，体育团队教练袂使阁兼做司机，改请专业司机来接送。家属嘛讲，教练有影真辛苦，希望未来制度嘛通落实改善，互学生教练伫运动安全拢有更加好的保障。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